即届欠水头一个停水的县市就是台中甲苗栗。苗栗的头份甲竹南，嘛为4月初6开始送水5天，停水2天，这是互在地人相当的不满。因为苗栗县有5座的水库，逐工送水互外县市来使用，算是全国头一个停水的县市。而且因的水费嘛无比人较俗，乡亲是真怨气哦，讲这实在是真无公平。苗栗县政府嘛赶紧来做旱灾的演练，万不一这个医疗单位若是无水通用，就派消防水车紧急来送水。苗栗抗旱演练 ，RO 净水设备的储集水要提供予工业用。我请求应变中心。各地区和医疗单位欠水时，就派消防水车来送水。县长徐耀昌讲，4月初6开始要强5停2的头份竹南地区民众爱先欠水。你停个1天，然后再用又再停的话，那反而会造成严重的不便。可能因为压力不够，到这个末端水都下不来。第一个洪停水头份竹南地区民众听到消息真生气。水费也没有特别便宜，就跟一样。好，那现在缺水了，就要停我们苗栗人的水，我觉得很奇怪嘛。对我们苗栗县的县民是非常的不公平的。苗栗县有5座水库，里溪潭水库、永和山水库、明德水库、大埔水库和建潭水库，逐工提供外县市70万吨的水，算是全国第一个强5停2的县市。那我苗栗的水库供我苗栗人自己用，应该够吧？不用停吧？为什么要停我们苗栗人的水？人伫中华石槽浮流水井工程的水利司长罗建信知影，苗栗人真生气。我们实施分区轮流供水的这个措施，今年是用最小化的一个面积的规划。罗建信讲，春雨状况无稳，民众也有长期抗旱的准备。中华浮流水井是第2期的工程，按算5月份完工。到时大家会使提供2万吨水予民生使用。头份第1阶段洪旱水喷水池，搁直直喷水，有民众感觉真讨债，庙方赶紧解说。我们水池水是地下水水池里面是循环式的在利用。庙方强调无浪费自来水，嘛提醒限水了，千万唔通装井水回去啉，因为井水无检验，恐惊会无卫生。目前嘛已经停止喷水池喷水。